土木工程拓展署一直致力于提供优质的工程服务，以配合香港发展的需要。我们的团队一直群策群力，以专业精神和以人为本的态度与市民携手建设，使香港成为宜居及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提供土地及基础设施是土木工程拓展署的主要服务范畴之一。除了继续完善过去发展的新市镇，我们也致力开发新发展区，规划及执行房屋发展所需的土地平整，并提供基础设施，以应付香港发展需要。呢個項目由2017年年底開始動工，喺過去6年呢，我每日都睇住呢片土地慢慢咁成長。我好期待有新嘅居民入伙，為東涌呢個社區增加活力同朝氣。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係現時發展得最迅速嘅新發展區，亦都係香港主要嘅房屋供應來源。現時我哋已經如期交付用作房屋供應嘅土地，而粉嶺繞道東段嘅工程亦都如火如荼咁進行緊。到時新發展區嘅居民就可以有一條直接嘅路線去到粉嶺公路，能夠參與呢項咁重要嘅工程，我感到非常驕傲。好榮幸有機會參與河套區發展嘅土地平整同埋基礎設施工程，而配合翻港深創新科技園嘅發展，呢個項目將創新嘅技術融入建築嘅工程，首次喺香港成功採用全跨道橋梁吊裝嘅方法，減少高空作業同埋夜間封路，大幅提升工地安全同埋減少對市民嘅影響，為我哋未來橋梁施工方法提供參考。聯用岩洞發展將公共設施搬入岩洞，釋出珍貴土地作重新規劃，改善城市嘅佈局，構建更宜居嘅社區。好高興可以參與啟德發展項目，將前機場用地活化，為附近嘅居民帶嚟一個優美嘅生活環境。將藍隧道同跨灣大橋開通之後，大大改善咗將軍澳嘅對外交通。當 T2 主幹道落成之後，將來喺繁忙時間由將軍澳到油麻地嘅行車時間會節省大約1個鐘。我從設計階段起一路參與 T2 主幹道項目，見證住工程順利推展，並且喺工程創科方面屢獲殊榮，實在好有成功感。土木工程拓展署在發展項目時，非常重視自然環境和保育工作，致力於為市民提供綠化和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我哋喺呢個生態海岸線咧，其實就提供多一個選擇俾一啲海洋生物，俾到佢哋喺附近嘅生物咧，就可以嚟呢度生長定居同埋繁殖。我哋專業嘅團隊將會繼續堅守使命，維護呢個生物多樣性，令到呢個海洋會有多啲嘅生物。喺呢個塱原成個好大嘅地方裏邊咧，其實我哋去做咗好多設施啦，或者去提升成個生態價值。去保護成個環境，多啲雀仔嚟到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將成個咁可貴、咁珍貴嘅一個濕地可以流傳到落嚟，係我其中一個好自豪嘅地方。東岸板道係一個具有特殊意義嘅海濱工程項目，工程項目可以俾市民享受到美麗嘅海濱景觀，提升生活嘅品質。作為 CEDD 嘅工程師，能夠有幸參與呢個項目，絕對係一個嶄新嘅工作體驗，更加係一個殊榮。同唔同嘅社區居民一齊改善環境，為街頭巷尾注入生氣，為社區帶嚟綠化環境，絕對係為我帶嚟莫大嘅滿足感啦！我哋填料庫將佢哋分類或者重做之後咧，就會提供俾一啲填海嘅工程，從而可以減少由其他地方輸入物料啦，節省呢個長途運輸嘅時間，同埋減少碳排放，實施呢個可持續發展。
土木工程拓展署负责设计和建造不同类型的海事工程，包括新建公众码头、改善现有码头设施以及维修港口设施等，确保海事设施的安全和運作效率。同時，我們也採用各種新技術，提升服務質量和效率。最令我感到自豪嘅地方，正正就係我哋嘅工作能夠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就好似將軍澳海濱公園嘅擋浪牆咁樣，堅定地守護住大家。我哋嘅專業團隊研發出碼頭傳感監測系統，就係上年有幸能夠代表部門出席位於瑞士日內瓦舉辦嘅國際發明展，讓佢最終更加成功為部門喺遠方說好香港故事，奪得由國際評審團嘉許嘅獎項。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的土力工程處專責香港的斜坡安全工作，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同時也負責各項岩土工程服務及推動岩洞建設，以配合香港的發展需要。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劃可以有效咁樣減低山泥傾瀉嘅風險，保障市民嘅生命同財產。我深深咁樣感受到呢份工作係非常重要同埋有意義嘅。土力工程處嘅工作好多元化，包括提供山泥傾瀉緊急服務、規管私人建築及政府基建岩土工程、管制爆炸品、管理及修復香港嘅石礦場、測試岩土同埋建築物料，以及制定岩土工程嘅專業標準，為香港市民服務同保障市民嘅安全，係我哋工程團隊嘅使命。我們的工作以人為本，各種發展和工程服務都是為了給市民提供優質的生活空間和工作環境。工程團隊也會積極與市民溝通，並採取各種緩解措施，盡量減少工程對市民的影響。Quite a few activities here over the last year or two, I think very good for Tung Chung. I thank the Civil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Department for the facilities that they've provided here to Tung Chung. 其實住附近嘅，咁都會成日落嚟呢個東涌海濱長廊度散步啊，同阿女落嚟可能踩下單車咁樣嘅，係啊，放鬆下咯。呢個社區聯絡中心佢入面都有介紹成個大嶼山嘅一個發展啊，或者係可以去邊度玩啊，啲資訊俾到我，咁所以覺得都好有用。呢一次做嘅工程咧，係完全係配合我哋村民嘅需要。將個安全度咧做得相當唔錯，我哋所以係非常之感激土木工程處嘅，同埋係幫我哋去維修啊，咁所以都好多謝佢哋。土木工程幫咗我哋農民好大嘅忙嘅，喺你睇下左手邊我哋呢啲農地咧，更加規劃咗好咧，咁變咗我哋嗰個生態咧更加自然、更加美好。我覺得一定幫到手喎，因為大縮減咗呢個交通時間咧，我亦都有期望咧係。真係疏導到交通，慳到啲時間，個人冇咁敏啦，同埋我哋好多時候會出去見客啦，係會方便咗咯。冇咁塞車啦，你開咗條橋之後，相比起將軍澳隧道都快咗10零分鐘啦。如果去港島東嗰邊，呢條單車徑都起得幾好嘅，又可以望住個海咁樣踩單車，同小朋友行下踩下單車咯。真係好多謝土木工程拓展處嗰啲工作人員，即係令到有呢個3線通行嘅出現，又冇塞車之餘，快咗10至20分鐘左右啦，真係好方便市民。返工又見到佢哋，收工又見到佢哋，真係好辛苦嗰啲工作人員，我真係俾個尊敬佢哋。而家開通晒好靚啊，日日都靚仔，唔點塞車㗎啦。我就喺大埔區住嘅，日日都要出去沙田方向噶啦，唔知幫到司機，成個市民，成個交通網都會幫到嘅。多謝土木工程拓展處。屯門至馬鞍山呢，全長60公里，我都踩過嘅。朝朝見到啲老友記大家咁樣踩車啊，早晨，即係嗰個感覺好，撞到風啊，好清涼啊，自由自在嗰個感覺啊，我哋踩開上嚟慣咗咧，唔使認路咧，好似雀仔喺度飛咁，就好舒服嘅。整咗個碼頭咧，起碼都多人嚟啲啊嘛，多人氣，梗係好啲啦。嗰啲前交政府部嗰啲人員啦，咪我哋邊度
有咁靚嘅碼頭啊！呢個沙灘咧建設咗咧，對我哋大埔區嗰啲公公婆婆啦、游泳人士啦、晨運嗰啲人士嚟呢度咧都好 enjoy 嘅。大埔中醫游泳灘，好多謝土木工程拓展署。因為我哋上網睇到咧，大埔龍尾泳灘咧係好靚嘅沙灘，媽咪就諗住帶我哋嚟，下車又方便啦，沙灘又靚啦，隔離咧可以有船啦坐啦，好好玩啊！有嘢遮住啊嘛，一路秀茂坪同觀塘落雨都方便啦。多謝土木工程拓展署，多謝多謝。唔使嘅，成日喺度等 lift 咯。平時咧，如果返學嘅時候係好多小朋友啦，咁就要排好耐嘅。咁啊，自從有咗之後，就個個都好有秩序咁行落去啦，非常之方便。多謝晒。我哋所住嘅樓房，或者遠至一啲山體嘅維護同埋道路嘅修葺咧，都係離唔開佢哋喺背後守護我哋安全嘅，都令我更加堅定咗土木工程嘅呢個志願。我一直以為啦，土木工程處可能就真係起樓啊，或者係做一啲填海工作。今日就俾我見到，原來除咗起樓之外，佢仲有保育啦，仲有文化。展望未來，土木工程拓展署期待與市民攜手邁向新里程。我們的團隊將繼續團結一致，積極規劃和開展多項大型發展計劃，力求創新，並以新思維和利用新科技，推動香港持續發展，為市民提供優質的生活空間。北部都會區是香港未來發展的新引擎，將為香港注入新經濟動力。土木工程拓展署正積極推進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下村及元朗南等大型新發展區已進入施工階段。新發展區將提供房屋用地，並提升連通性，改善交通。作為新市鎮的延伸，新發展區將會有更多樣化的社區和公共設施，秉持可持續發展原則，建設綠色社區。交椅洲人工島將為香港發展擴容增量，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人工島選址於香港島與大嶼山之間的戰略位置，毗鄰市區，用於房屋及多元發展用途。支援人工島發展的運輸基礎設施將連接維港都會區和北部都會區，也鞏固大嶼山連接世界及大灣區其他城市的雙門戶優勢，並進一步完善香港整體交通網絡。未來我哋會繼續致力提供優質嘅工程服務，以配合香港發展嘅需要，力求工程卓越，建設香港。土木工程拓展署致力推動各項土地同埋基建嘅發展，以滿足社會發展嘅需要同埋市民對享有優質生活嘅期望。我哋會秉承勇於嘗試嘅精神，積極推動創新科技嘅應用，創建安全、綠化同埋可持續發展嘅環境，致力平衡發展同保育，竭力為市民提供優質嘅生活空間。我哋嘅團隊將繼續盡心盡力，積極同唔同嘅持份者同社區緊密嘅合作，以專業嘅精神克服各樣嘅困難，用心為市民提供優質嘅服務，同社會攜手發展基建。讓我哋一同將香港打造成一個宜居同埋可持續發展嘅國際都會。